你这到你吃了个脚啊！啊，没说的，我那些脚上是我啥？行行行，对吧，小吴？啊，那你写喽，这个写头，还丑啊！你难受说啊，这口根，人家都不能了，到有一路都至少难受了，那这个，那个，你人到你这里到工具都好，那都这，我说是哪里好事我都搞，人家不晓得是谁。